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永權阿權妹。來問大家一個問題哦，你有幾久冇好好食飯的喏？要種好好食飯，唔係講我而家當做食當飽啊，我食當營養啊，唔係嗰種好好食飯，係好好的坐下來。然後不用輕鬆，看到伢做好嘅一盤菜，來上身來佢係用嚟做出來嘅一片菜，佢背後可能有乜嘅故事。其實按樣食飯係一種新嘅享受，也咪係今日想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嘅一間餐廳，愛伴大家來好好食飯。韓國一間餐廳嘅頭家就係苗栗嘅客家人咯，來分享考你嘅頭家 Andy 陳偉豪分享。嗨，大家好，我是 Andy 啊，我现在在苗栗的头份开了自己的一个餐厅。那我们今天就会为大家去介紹我們的餐廳。安子 C 哦，歡迎 Andy 來到節目當中。其實對客家話已經有一點點陌生了，對不對？一些啦，對，一些嘞，漢唐嘅神啊，怎麼漢唐嘅神？其實做乜嘅一開始愛問大家，愛來好好食飯，要好好食飯冇一件事情，係因為今日嘅 Andy 愛同大家來分享佢自家開嘅一間餐廳，就係老記 TV 做講英文啊，按到 fine dining。fine dining 有種店嘅，其實對苗栗，因為我們係苗栗人，唔係苗栗人，其實苗栗一直都沒有這樣子的店，或者是幾乎真的是沒有。通常係對台北，它太嘅都市可能才會有按樣嘅店嘅。故說Andy 同 TPD 苗栗開嘅按樣嘅店，同大家來分享一下什麼是 fine dining。fine dining 的定義到底是什麼？Fine dining 的話，它的話定義非常廣，那包含大家其實很熟悉的法式餐廳，一些很高級的感覺。那通常的話，這個源自就是來自於法式餐廳的一個概念，宮廷料理。宮廷料理。對，沒錯，所以它會有很多的一些儀式感，然後一些細節，然後每個人都會有一份很像藝術品的一些菜肴。對，所以。完全色香味俱全，可能只是基本。对，没错，它包含了一些硬体跟软体，包含环境、音乐、灯光，甚至还有一些除了吃的以外，甚至还有喝的，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全部就非常非常的講究。不過 Andy 雖然定位你們自己的店裡是 fine dining，那時候特別強調它是比較入門的。冇錯。為什麼想會開一點入門的，不是一開始就給它開到超級進階版的？因為你看嘛，在苗栗就是我們剛才說 fine dining 很多都會出現在比較大的城市，對。但其實，在一些像比較先進的國家，日本啊，或是餐飲文化發展得很好，美國啊，或是法國啊，那他們越來越多像這樣在外求學完的一些學子或是廚師，那利用自己的所學，然後用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在自己的家鄉或是自己想要去的一個地方去用料理去做一個分享。對，所以我就決定回到苗栗開始做這件事情。那做了這件事情，為什麼我會是只是一個入門呢？因為你會知道說，我們不可能像大城市那樣會有非常多的國際客人、商務客人，我們要怎麼讓在地的客人去可以慢慢的接受我們？對，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給他們？對，算是一個基礎，先教大家嘛該係 fine dining，先跟大家分享，可以這麼說，對不對？先跟大家分享 fine dining 這件事情到底是什麼，先讓你感受一下，用板我都坐下來好好食飯，這可能是因為我苗栗市人嘛，羅武公館，嗰時候我羅武卡食飯，大家就緊冰冰，就啪啪啪啪吃完，東家就吃飽哎，對，東家就吃飽哎，我真的覺得我吃飯的速度跟我很多朋友比起來快很多，所以我其實也有時候會告訴自己，嘿，講我有看到好食的東西，我來好好的坐下來。享受它，感受它，所以這件事情就是 Andy 開到苗栗，想要同苗栗人來分享啊，因為可能冇辦法啲苗栗食的都按用嘅傳統，對，所以非常非常的特別，就會來同大家分享。不過其實 Andy 一開始沒一開就想到講要在苗栗開店，其實算是各種機緣巧合，對不對？對，沒錯。疫情期間，所以在
台北，很多的餐厅是没办法，应该说全台湾都没办法内用。对。那像这种 fine dining 的餐厅，它本来就是做比较精致的一些类型菜肴，它没办法外带啊。它没办法外带，没办法做。那有些人就是决定，就是餐厅就是暂时先休息。那我们这些休息的话，这些厨师，那就会趁机回到家乡，可能避难，可能会觉得回家还有东西吃，都比较安全这样子。对。然后就刚好那一段时间就回到了苗栗头份这个地方，就是原本的家乡。那在那个时候也觉得这个地方变化的非常多，进展的非常多。对，呀，按当年的头份就是像百货公司啊、商场、电影院呐。台积电啊，科学园区啊，它也就懂那年又离新竹很近。所以跟你以前的印象，小时候生长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所以人口也变得比较多。对，没错。所以我就想说，那这刚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物件。物件就会一点不给啦。很好的一个店面，然后就决定做这件事情，在这边开餐厅。刚开始也没有开像这么复杂，刚开始做的比较轻松，想说用过去我们所学嘛，那可以用我们所学去怎么样让它生活化一些些，先可以一点点美。但是这间店很漂亮哎。没啦，我按用工啦。要很雅的去把请民总统自己设计自己去，全部自己。然后请工班来装潢这样子。对，你们想要给大家来餐厅里面感受到的是什么氛围？会这样子设计？其实你可以看我们餐厅主要的一个色调会跟一般的餐厅比较不一样。Temple 某大块。某唔黑，我们会用了比较多深色的、灰色的这些，还有都要加上一些木头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比较会出现在一些像咖啡厅的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故意设定像这样子一个调性，让在地的人不会因为说里面富丽堂皇，我一看就不敢进去。不要让大家觉得有距离感。对。比较亲民的感觉，对，比较亲民的感觉，感觉会比较生活化一些，有点像漂亮的家。对，没错。我去坐一坐。对，或是你一进到那边，你会觉得像在咖啡厅啊，你就可以放松一整天，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不会觉得那种进去装潢很高级，所以它就要很拘谨啊，然后要怎么弄啊，餐具要用哪一个都会很紧张这样子。我觉得暗色系会本太嘎一种。比较沉淀，对，沉淀，你可以不会这么紧张，因为我 I 人就是内向人，然后就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坐在那里，然后环境的氛围是沉静的，我会比较安心，会比较安稳，对，所以本太敢按用给感受，对，但是 Andy 其实头前的大嘴过的时间，因为都没有理你嘛，韩国又懂很少，然后就懂小的提供，像按用按很少的饮用，会对按用做餐饮有兴趣。从以前小的时候家里的阿婆嘛，阿公嘛，用在之前就是开像小吃店、便当店按钮，当然我在我的时期是没有遇到的，但因为你以前就住在家里嘛，那阿婆都会每天都会煮饭菜啊，所以就煮的懂澎湃啊，所以你慢慢胃口你就会被养。我知道了，就是会见识，就是应该说你会知道哪些东西好吃，吃货，对，没错。阿公阿婆又出来就是会吃货，家里很会煮菜，那一直以来吃好吃的东西就会养成吃货，没错，所以很挑剔。对，所以当吃这么挑剔或是敏锐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当然到了求学阶段，有了一个。像台湾现在技职教育嘛，所以就有像一些餐饮科系啊，对，所以就开始慢慢导向，就觉得自己也许对这个方面是非常有兴趣的，想要去接触看看。所以在读书求学的时期，就可以是有接触这样子餐饮的科系，对，然后一直到后面，就等于说你从学习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对我的目的，对。哇，
哇，然后后面还真的有就上杭州啊，有在这个圈子里面，对啊，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其实在，像这样子，比如说技职体系实习就会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没错。你实习也是有出国去实习？对，我当初在苗栗读高职嘛，餐饮科系，所以后来到了高雄餐旅大学。那在我们高雄餐旅大学的时候，会有需要出去实习，你可以选择留在国内，或是选择到国外。但其实，在我们还在就学的那一段期间，台湾的餐饮其实并没有非常蓬勃发展。对，还是比较多像5星级饭店类型，就是可能比较顶级的，可能就是饭店。对，没错没错。所以那时候一心一意都只会想要往国外去看看，尤其是一些比较发展的国家。所以最后我就去新加坡。对，在新加坡实习。然后后来实习完之后，完成你的学业之後，又轉到來台灣。然後啲台灣漢啲啊，非常非常有名嘅傳統。還有當到故事，我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同大家來講哦。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苗栗嘅後生嘅哦 ，Andy。佢轉到苗栗來開一間很多 TVV 啊，這個 fine dining，幫大家來好好食飯嘅一間餐廳。一間餐廳佢其實放喺當度新協到地度，剛剛有講到佢一開始好做餐飲一個算係一行。來錄到亞航，其實係對一開始讀書就開始嘅，還有實習咪去到新加坡，咪啲台灣清有名嘅這個星級餐廳，這個是我已經很想要定位定很久，唔講我都聽唔到的一間非常非常厲害的餐廳。你在裡面實習過？其實不是在裡面實習，我在裡面是正式工作，對，是正式工作，對，太厲害了！沒有，我覺得要達到一個你知道全台灣指標性嘅大廚師，他的標準，你要進去裡面上班，對，是一件我沒有辦法想象的事情哎。所以在對於我們以前學校學習到，在那邊不一定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所以一切就有點像是還要再繼續再磨練，有點像以前人家說大廚帶徒弟這樣子，但是當然在現階段那時候去的時候，他們已經變得非常的有系統化，對，所以其實你很容易能夠去了解說，主廚啊，或是上面的一些廚師啊，他們想要交代什麼樣的事情給你，你要怎麼樣去執行。對，然後加上那個餐廳的話，它一年四季都會換菜單，好辛苦哦。各種活動也都會換菜單，所以可能它一年裡面就要換個6到8次菜單。所以在很快的一個節奏之下，你可以被訓練到非常多，看到非常多東西。對，所以在這麼強烈的學習之下，這麼艱難的挑戰之下 ，Andy 妹訓練起家，然後還有轉到苗栗起家來開一間店。但是，我知道每一個廚師都會有自己的風格，跟他想要呈現給他客人的一個食物的風貌，或者是食物的故事。對。那如果像你自己，你比較喜歡哪一類的風格？你喜歡把你自己怎麼樣透過食物來呈現呢？其實像我自己就最喜歡去透過像食物本身，我們要怎麼樣去表現它，應該是最好的一個狀態。有點像是帶入一些日本料理的一個概念，它看起來都非常簡單乾淨，可是它就是把它做到最好。然後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之下，我又再會想要去可能加一些味道，會讓人家覺得有一些驚喜感。對，這個很有趣，因為驚喜感就是我們一般日常隨眼而做的東西，用懂後生也很營養。
但是有时候惊喜感就会因为生活，我们就是该吃饭嘛，惊喜感就少了一点点。这就是有常是去到fine dining 啊，用个店妹去好好来吃，会有不同的感受。没错，没错。对，所以呀，我们就来用以这一季呀录影要到时间 Andy 给店妹杜烘给菜单的几样菜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 Andy 的风格，好不好？没问题。一开始来同大家来分享，我真的看快流口水了，天哪，话都讲不好了。呀，一开始来条件呢呀，其实我看它的外表，有一点点看得出来是给那个小卷或透抽，没错，那种鱿鱼类的东西。对。但是我其实那个酱料，我用看那些看模嘛，该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主厨，你上菜的时候通常会说一道菜，对不对？对，没错。你会怎么介绍你的菜？像在你眼前这一道菜啊，它其实是用像我们客家人非常熟悉的客家小炒啊，嘎炒肉。没错，那你就说炒肉了吗？所以它正常，它除了鱿鱼的一些风味、这些鲜味之外，它还会有肉的部分。我们只不过把了小卷去做一个替代，因为像我自己就很讨厌吃客家小炒。为什么？鱿鱼太难咬了。哦，太难。但它其实就是要一直咀嚼它才会口齿留香嘛。对。但是我自己不喜欢。对，小时候就不喜欢，小时候就最讨厌吃客家小炒。牙齿不太好。对，牙口不好，所以我就用了小卷去代替。然后正常鱿鱼的部分，我们就去把它做成一个 barbecue sauce， 就是烤肉酱把它刷在外面之后去炭烤它。剩下客家小炒还会有油麦、肉啦，然后芹菜啊、挑夫杆，就这3个元素。然后我们把它换过，肉的部分换成腊肉。腊肉。对，然后一样是芹菜嘛。然后一样加了豆类制品，但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比较湿润的感觉，所以就做了像日本那种生豆皮，有没有汤叶，然后吃起来湿湿软软的。对，天哪！我第一次讲，我真的一直吞口水。我就把它炒了一个内馅，去把它塞在小卷里面，然后直接一整只去炭烤，这样子让它保留那种咸香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试图平静，因为我想说 fine dining 应该要比较冷静一点。对，没有，通常大家吃了都会很嗨，真的是真的，就代表说你有被惊艳到。好，那我应该，因为好像跟这个是一组的嘛，对不对？它应该怎么搭配呢？因为你看哦，像那一小卷下面，它还有苗栗人一定都知道，生马该 tell you 就一定要加韭菜，没错。那个小吃店旁边的 tell you 滴露全部都是韭菜，对。所以我就把韭菜做了一个青酱，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甜椒做的一个辣酱。本身这一道菜的话，在西班牙有一道菜就是非常的香，他们也有这种小卷类型，他们会炒甜椒，然后就会去炒一些肉的东西，像他们有那种西班牙腊肠 chorizo， 那就跟我们哈嘎炒肉 Q 啊，对，都是这样子的结合，但是你却融进去了2个不同的文化。对，没错。然后上面再放多一点点的芹菜苗，让它带出更多的那种客家小炒的感觉啊。它旁边那个的话是还不能吃，还没讲完。旁边的话呢是苗栗也很熟悉，会有那种萝卜丝，很熟悉。阿布卡芦笋就会有阿婆这个菜，猛冲，就会给。那这次的话就把它结合了英式的马芬。马芬就是比较酥，外面有一点口感酥软，会像面包一样的感觉。对，我们用了英式的马芬去包萝卜丝。天哪，它看起来就是原本感觉像是萝卜丝馅饼之类的。对，我们就是故意做的。对，但是你用了马芬的口感，然后我很期待。对，厨师说完了吗？可以了，可以吃了。走对，用述一下，所以要一口这个。对，然后再去搭配饼的话也可以搭配那个里面的酱。你说饼，要沾酱。这个酱好好吃哦。对，那喜欢的就知道是熟悉的味道。没错。我不要急着讲话，大家等我。是爆张贡，你知道吗？以前都会这样讲，是爆张贡。天哪，好好
吃哦。因为其实像安永跟老佩西对于 N 来讲，我一开始想到的是菜脯蛋，对，就是很熟悉布卡迪杜就会有这类东西，然后搭配你刚刚的那个小卷，因为它真的是比较软的口感，对，里面真的就有像刚刚 Andy 说的那个湿润的感觉，对，切起来搭配那个外面罗佩奇那个不是萝卜丝馅饼，萝卜丝马芬，它的那个酥脆的口感搭配起来真的好棒哦！多吃一点，好好，我不能一直吃，这样我没有办法主持，你知道吗？这个灵感，这个碰撞，你是怎么把它们都在一起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在底部的那些咸香的一些味道，以前我们也很喜欢拿，就客家小炒就是要配饭嘛，对，啊，我们就是想要拿一个这种淀粉的感觉去跟它。那我们吃这种馅饼的时候，也会加那个啊韭菜酱油啊，会，对啊，而且你上面有加一个酸酸的啵啵啵的感觉，那是什么东西？它的话其实是来自澳洲的母子柠檬。哦，那个小小对，小小的挤出来它就一颗一颗，念错了就一嗲一嗲呗，因为它吃起来它会有很惊喜的口感，就是那个啵啵啵的感觉，对，然后海鲜加上柠檬本来就是绝配，对，没错，很好吃哎，谢谢。所以每一季都还要变化不同的菜单，没错。这一季的菜单除了有这个炭烤小卷之外，对，还有其他哪一些？还有像是我们就做了，因为苗栗我们就会知道是有泰安这个地区，所以就会有像我们有做一道鱼料理，因为我们那边养殖了非常多，像是鳟鱼啊，鳟鱼对，所以我们就去营造了这个感觉。鳟鱼都会营造在山上嘛，那我们有非常多的像绿竹笋，对，我们那边又很喜欢吃笋干，又喜欢喝笋干汤，不会吧？竹笋鸡汤，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都把它结合在一起，都好感觉很像偏向山上的一个味道，对。所以我觉得暗涌堂 Hero 其实 Andy 是很希望可以捞。客家的年酥，甚至讲没有你的年酥，对，没错，放在你的餐厅里面，对，没错，是你很想做到的，对，没错。这件事情在努力做到中，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会很容易形成框架，对，因为尤其黑客家的料理，它就是这么的重口味，对，这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对，所以绞尽脑汁，然后加上要了解这个文化了。我相信你一定很了解，因为从这是 Apple 煮嘅饭，然后再加上其他嘅专业，有暗用嘅传统，暗用嘅 idea， 做出了暗用轻有 T 色，可以让大家耳目一新嘅一道料理哦，很有懂得故事的一种听人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太感有陣都復起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咁阿群妹說到哦，真嘅太好食咧，真嘅有本來想到客家嘅米食，就像剛剛 Andy 講嘅，其實每個主廚在出自己的菜的時候，都會有自家嘅故事、自家嘅創意，會跟大家演下分享。這跟我們去吃其他餐廳是完全不一樣的體驗。對，那我們在吃進去的時候，當下就會覺得哇，這個廚師說得很有道理耶，就會像你剛剛講的腔用，顏色老度誒，就會。你剛剛講的這種感覺，這種我覺得這種有一種印證的感覺，其實會覺得有一種很像自己猜題答對，就我感受到你想要給我的那種感覺很不一樣，你也可以了解到。原來按壽司的炒牛可以這樣子呈現，沒錯，這是非常非常特別的。那雖然我們今天只能吃到一樣鹹的，因為是來到台北嘛，冇辦法。但是呢 ，Andy 還特別帶了一項甜點，會同阿群妹來分享。這個也是一個很漂亮的甜點，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對，那這一道呢，也是在客家人全台灣客家人都非常清楚明白跟了解一道菜，就是用了擂茶。哇，不得了！老七八，所以我们像这样的元素呢，其实跟像日本，日本就会有麻薯跟抹茶，对，所以我就把它做了这样子一个组合。
就是你又有客家的演书，但是它又是一个大家可以想象的合理的搭配，对，不会突然吓到这样子，不会突然吓到，这是怎么这样子组合这样子？对，没错。那这个甜点我要一口吃下去吗？一口，然后用手拿起来。那我就不客气了。好，你就不客气吧。我就不客气的。上面这个叶子是可以吃的。可以，它是香菜。入口即化耶！对，没错，没错。你那个里面淡的绿茶米稀，但是因为它很软，它很湿软，然后麻糬也是很软的，你可以起吧，很软软的起吧。外面那个脆片，芝麻的脆片，又有个。因为擂茶就是很适合加芝麻，对，酥脆的感觉好好吃哦。这个客人应该很喜欢吧？对，这个客人很喜欢。一次是1份吗？一次就1份。可是你今天有2份。我今天有2份。这也是我觉得在苗栗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对。如果客人呢吃一吃觉得1份不够怎么办？它通常的话，像这样子都会是小茶店，像你今天的，它其实旁边还会配一个东方美人茶，所以它其实是做一个像法餐，最后会有一个小甜点配咖啡，但苗栗也有东方美人茶嘛，所以我们就把它头份对就有了，头份就有了，头份就有了。对，我忘了讲了，你上面的那个香菜加分。加分哎！我原本想说可能只是不用好看，那就勉强把它吃下去好了。没有，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像那个龙潭不是有那个花生糖，有加香菜嘛？我觉得是异曲同工之妙。是没错，画龙点睛。对，所以它就有点像到别的地方也会有花生卷冰淇淋。对，所以你在甜的食物里面加入了香菜，所以它有。作用到有点像是草本的那种解腻的感觉，对啊，只是我们习惯跟演习业就是用那个平常的做法，对，没错，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惊喜感的用法，就这样给大家分享。对，没错。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你捞客家的东西不用到你的餐厅的菜单里面，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你一开始有想会按用做连结嘛？因为绝对没，绝对没有。那你切推毛，切推毛，对你不敢，原本一开始不敢，是不敢，因为等于是你在客庄做了一个全新的客家料理，那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你不客家，对，乱搞，乱搞，那实际上收到的回馈，其实还不错，因为大家可能对于很多的料理慢慢接受度越来越高，然后包含，因为苗栗人口老化非常严重嘛，但是年轻人也会出去嘛，但也会回来嘛，所以他们在外面经历了很多东西，但他们可以做了非常好的一个教育者，就是带着爸爸妈妈，带着家里的不管老的、大的、小的，对，都可以带去让他们体验。说其实可以怎么样，在哪里的话是怎样，去别的地方的话，他们其实也把它做成怎么样，对，现在越来越多元。而且就在苗栗，就不是去到安燕，你嘛，就不是去到台北，而且甚至因为这里面有客家的特色，我觉得很多长辈可能还会觉得蛮平易近人，对，就是很跟他的饮食习惯还蛮接近的，会觉得味觉上很接近，对，有熟悉的感觉，对，有熟悉的感觉。其实你们唔单枪不用亚都有客家的演出，也有一些其他的菜没有不用客家的演出，都可以从某。像在苗栗，我们会去南庄，像南庄我们刚才就说鳟鱼嘛，然后再来去了桂花巷，也会有非常多像桂花酿，对，然后到苗栗的铜锣还会有一些像是杭菊，对，那杭菊其实不一定拿来泡茶，我们也可以用了它泡出来的一个汁液去做了一个酱汁。对，其实很赞。对，那除了我们很熟悉的像草莓啊，那其实苗栗也有非常多像是桑葚。然后也会有红肉梨，其实苗栗非常非常多，讲都讲不完。然后包含到了山上，我就像泰安就会有泰雅族嘛，所以又会有一些山上的一些味道，马告啊一些东西，其实他们其实都是跟我们很息息相关，在那个土地上。
对，所以这些东西会不时的出现在每一次变换的菜单。对，没错，没错。所以大白一生就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全部就某共用，还全部哦。全部哦，还不是说有几样延续。对对，某哦，全部就某共用。那你还蛮坚持的耶，就是蛮让自己很累的。我们这种厨师就是一直在发掘一些像这道菜啊，或者这个食材的，看它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嘛。我觉得这个其实做一出菜，做一品菜，对家的来讲，就像是发挥创意，做一个艺术品一样。没错。因为你除了味道要成立，你可能还要想它背后可能有什么样的故事。对，没错。你想要让大家感受到的。对，没错。这样子一道菜，你大概花的时间，你设计的时间，你有没有想过，或者是有哪一道菜是花你超多时间的？这种菜通常就是像我们餐厅就是3个月会换一次菜单。对。那等于是我们这3个月刚上了这一个菜单，过了3个月之后就要换了，马上就要换，所以等于我们上了这个菜单，马上就要想下一道菜单，就是3个月期间我们要就是不能停，不能停。哇，原来是这样，所以真嘅你愛講真嘅呢，你愛去按用嘅傳統食飯，聽說愛花多一些的錢。因為你會享受到嘅係也到廚師，也到上嘅研究，上嘅3美嘢，將上嘅出按用嘅菜單，你就得好好來享受也到嘅美食。雖然我們這樣子講，做得了解做得 TV， 不過應該沒有一道菜題嘅鄉親朋友，因為苗栗人非常了解苗栗嘅消費嘅習慣。苗栗人很不喜歡外食，沒錯，非常不喜歡。那我就很擔心 Andy 的店在苗栗還好嗎？非常好，現在很好，現在其實都很不錯啦。然後加上在我們那個地方，其實苗栗現在也有很多的鄉鎮城市都慢慢的在發展嘛。對，像我們餐廳又在頭份，所以像頭份又多了一些像科學園區啊，年輕也慢慢的人口比較年輕化一些些。那這些人除了進來跟出去以外，那出去過的也會回來，就像我一樣，我也會回鄉。那回鄉過後要怎麼樣帶家裡的人出來吃飯嘛？那有時候也會看到家裡的老人家，你也不捨得他們每天就是總哈，硬住啊，吃飽就開始煮哈一餐，所以就會想要讓他們帶他們出去吃飯，可能減輕他們一些壓力，或是讓他們停下腳步一下，然後順便去享受一下。對，來講一條神奇的事情好，比如講有年哈，去到兩個地方吃飯的時間，有說出一些奇怪或者讓你覺得很有趣的對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常遇到的就是像是亮黑麥，這客家小炒，可就沒有像啊，對不對？那有人抱怨吃飯要吃很久的嗎？也有，剛開始會有，但其實慢慢的他們就會知道說，這種餐廳就是要花一點點時間，因為他也會知道說，我們一個晚上就做他們這樣子的客人而已，也不會翻桌，也不會什麼。真的啊？真的。那吃一頓飯到底要花多久啊？通常就大概至少2個半小時了。2個半小時，睇到都會上兇猛，會發2點半鐘，不過要2點半鐘，你就得忘記你身邊所有的煩惱，你就得好好去享受那些美食，那一個跟家人團聚的時光，然後感受主廚的心意。對，心迷哦，我來摸一下這個我們的天才年輕廚師哦。我們來講一個比較台灣比較在地的題目好了，講出一類台灣聽說愛吃的口袋美食名單，你覺得在台灣一定要吃什麼口袋美食名單？客家菜就一定要吃啊！客家菜一定要吃。對啊，我覺得苗栗很多客家餐館其實還蠻值得，就是像所有台灣人不分種族不分，大家都很值得去了解像這樣子的文化跟飲食。那你最喜歡的一道客家菜是什麼？我自己最喜歡嗎？我還蠻喜歡梅乾扣肉的。我也是哎。滷飯，而且是米滷飯。米滷，真的是小時候可以吃3碗。對，沒錯。現在不行了，現在1碗就差不多。差不多。對，所以
今日同分享啦，做哋邀請到 Andy 來到當對苗栗來到台北，然後帶來安好食嘅東西，同大家來分享家嘅創業嘅故事。其實真嘅冇咁簡單，佢前後上做哋可以按用嘅意見傳達和按有想法，然後又有這麼多豐富的經驗，他也俾你眾賞鼓勵。記得有限嘅時間，我要留佢捧場一下哦。對，謝謝 Andy 今日來。拜託太謝啊！拜託太謝啊！大家多多支持啊，還有賞癮哦。希望 Andy 來到節目當中，咩希望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共下來做運動哦。大家知道有節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面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亞樣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